細個嘅時候，響兒童主日學，經常會唱一首好好聽又好有力量嘅詩歌。多禱告，多有力量；少禱告，少有力量；不禱告，沒有力量。我們要常常禱告。呢首詩歌響我長大之後，無論工作幾忙嘅時候，有陣時就會忽然之間記起，提醒我。嫲嫲同媽媽響細個嘅時候，經常去教我要每一日抽時間安靜響上帝面前去祈禱。佢哋話祈禱好重要。於是乎，我細個一路長大嘅時候，每一日都會抽時間安靜去禱告，亦都成為我屬靈生命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基石。15年前，我爸爸患癌症嘅時候，經常都要做手術，出入醫院，一家人都好擔心。不過有一次喺崇拜之後，有一位姊妹走嚟鼓勵我，佢同我講：基恩，我每一日都有為世伯去祈禱㗎，放心啦，天父係看顧住嘅。嗰一刻，我好多謝天父爸爸，亦都好多謝呢位姊妹嘅愛。有一次，有位老人家走嚟同我講：基恩，我每一日都有為各個長執去祈禱㗎，你哋放心去侍奉啦。原來我哋響好努力去侍奉嘅背後，唔單止淨係我哋自己，有好多弟兄姊妹響背後默默咁用禱告去支持我哋。3月份嘅時候，我有機會晏晝攞假去出席教會嘅祈禱會。當我入到去教會祈禱會嘅時候，見到好多弟兄姊妹一齊去為教會守望祈禱嘅時候，嗰一刻我好感動。佢哋為到教會嘅事工、牧者、長執、弟兄姊妹恆常咁去禱告。於是乎，長執亦都唔爭輸。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3晚黑，教牧長執都坐埋一齊為教會去禱告，將整個嘅工作交託俾上帝。我哋相信藉住祈禱，上帝會聆聽，亦都會供應。過去1年，我哋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工程，有啲響跑馬地啦，有啲響北角啦，咁其實都面對唔少嘅挑戰嘅。不過當我哋每一次遇到挑戰同困難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放喺禱告裏邊，希望透過禱告交託俾上帝啦，賜俾我哋一個合一嘅心啦，俾我哋能夠係好好咁彼此去服侍，建立呢間嘅教會啦。最近我有機會去翻開教會嘅一啲嘅歷史嘅刊物，嗰啲嘅刊物記載咗好多弟兄姊妹過去歷史嘅足跡，上帝嘅供應。其中一個好精彩㗎，就係喺1938年嘅時候，日軍侵華，好多難民嚟到香港，特別有一班閩南人，佢哋食飯前一齊祈禱。哇！嗰一刻佢哋就一齊相認，一齊知道原來都係相信上帝、相信耶穌嘅。佢哋彼此溝通好嘅時候，就開始咗我哋香港閩南堂呢個嘅歷史啦。1982年，跑馬地正堂呢度重建，碰到好多嘅困難，一啲都唔容易㗎。我有機會睇返當時嘅一啲嘅週刊，俾我發現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雖然環境有好多嘅限制，但係教會居然每個禮拜會有6次唔同嘅祈禱會，由朝頭早7點半響北角堂嘅祈禱，到晚黑響一位弟兄嘅醫務所裏邊8點半開始祈禱，更甚至響主日崇拜前嘅1個鐘頭，弟兄姊妹都爭取時間一齊去祈禱。正正睇到咁嘅情況，就知道弟兄姊妹對上帝祈禱嘅執着，亦都係咁樣樣。上帝嘅恩典
就滿滿賜福俾我哋。距離2028年仲有2年嘅時間，就會踏入香港閩南堂嘅90週年。我哋希望上帝繼續使用我哋嘅堂會，透過我哋嘅傳福音啦，透過我哋唔同嘅事工，祝福區內更多嘅朋友，讓更多人相信主耶穌。舊年我曾經分享，我哋會訓係當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，希望我哋都彼此互勉，一齊祝福更多嘅人。上帝呼召我哋每一個人嚟到佢面前，但願響今年開始，我哋重拾呢個禱告嘅熱誠，唔單淨係香港閩南堂，亦都鼓勵我哋唔同嘅堂會、學校一齊響禱告裏邊去用功，信靠主，交託俾主。響呢個大嘅時代，充滿福音嘅禾場裏邊，我哋一齊將生命嘅道去展現出嚟。多禱告，多有能力；少禱告，少有能力；不禱告，沒有能力。我們要常常禱告。